台南市为着要建立友善儿童社区，每一档拢会举办真侪儿童相关活动，来推动本市的社会安全网。透过合作的机制，用无同的方式来保护儿童的人权，落实儿童的上大利益，莫互因受到任何的歧视，并鼓励爱勇敢来表达意见，维护因的生存发展权。举办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明天呢、是国际尊重我们儿童人权的一个日子哦。那在放假日的前天呢、前一天呢、我们大家来举行这个活动，很重要的就像社会大众我们在座有很多媒体的前辈好朋友我们在这个台湾市的社会东方的这个社会里面呢，父权的这个是相当这个被重视的父权的这个而且家长呢像我以前的时候呢，爸爸妈妈讲的要不就不要这么讲我们挂在嘴巴上面的老师说所以这个老师的地位呢在我们小时候的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这个家长讲的还不算的，老师说的就一定算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大众来重视我们小朋友的这个人权，小朋友的这个人权，整个世界都已经大家认定，从出生以后有了生命，我们要尊重生命所以。逐当透过举办儿童权利公约的宣导，积极办理相关的演习，伫教育局行政人员到学校的老师等来推动全面的参与。透过办理活动，互经济家庭会当了解儿童的权利。活动现场嘛，透过副市长戴谦，也有教育局长郑新辉，甲小朋友来做伙互动，并希望囡仔拢会当平安健康的快乐大汉。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